我哋最近經歷咗一場無情嘅火災，盡顯咗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嘅力量，亦都激發咗對相關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嘅強烈要求。我哋需要市民嘅支持，團結起嚟，支持災後嘅重建，並推動系統性嘅制度性改革。呢啲改革必須要有立法會嘅支持同埋配合，行政機關同埋立法機構建設性互動，結合力量，就能夠加速改革嘅全面進行。我哋需要有承擔、有能力、有視野嘅代表進入立法會，同政府一齊推動香港經濟同埋社會嘅持續發展，為市民謀福祉。我呼籲大家踴躍投票。